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有不少女孩子去到中国以后，生活了一段时间，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回到了老挝。也有不少粉丝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做了一些补充，比方说男女年龄差距等等。非常感谢这些粉丝朋友的留言。今天还是趁早上晨练的时间，顺便拐进老挝的这个部门，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行政服务中心。来老挝寻找爱情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到了这个部门，说明你们的爱情已经开始在生根发芽了。今天的节目，我想给准备来老挝找老婆的朋友们几点建议，完全是个人的建议，仅供参考。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根据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中国人来老挝找老挝老婆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我个人总结了如下几点建议，仅供中国来老挝找老婆的男同胞参考。没有说到的地方，还请广大网友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补充。这里我想从4个方面，分别从时间、心态、沟通和情感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说时间，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来老挝找个老婆3个月就足够了。我想告诉您，找老婆毕竟不是买东西，它关系到你下半辈子的幸福。不要一味地去规定时间，或者说把时间稍微放长一点。如果您是想找一个陪伴你一生的爱人，多花个半年、1年又有何妨呢？记得我在追我老婆的时候，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才走到结婚，甚至为了追她，我在她家隔壁租了一个门面卖摩托车，一年365天，我至少有360天都会去她家。到今天我们在一起已经21年了。所有认识我和我老婆的人都认为我老婆绝对是万里挑一的。这里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你来到老挝找一个根本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孩子，你也不会说老挝话，那你更需要一点时间，让双方更多的了解，这样你们的爱情才会走得更远。其实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多一点时间了解老挝。我要说的第2点是心态。有些人可能在中国的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但是来到老挝以后，看到老挝女孩子家里很穷，可能他们就有一股莫名的优越感，然后就对女孩子，甚至女孩子的父母、家人很不尊重，觉得什么都直接用钱来说话，甚至在心里想，这种地方老婆娶回去了，再也不会来了。但您要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真是为了你的钱去到中国，那等你不能再给她钱的时候，等你不能让她来看望父母的时候，她还能待得下去吗？希望我们来到老挝的男同胞能够调整好心态，什么事情都将心比心，这样以后的事情你们才能相互理解。不要本来人家想跟你谈感情，你却因为手头的钱而高高在上，等到人家收了你的钱，你又认为老挝人只认钱没感情。第3点，我认为应该是沟通。有些人说我刚刚来到老挝，老挝话都不会讲，怎么沟通？这就又说回来我刚才说的第1点，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再加上现在的手机都可以安装一些翻译软件来翻译、来沟通。如果经常跟老挝人接触的话，不要3个月的时间，简单的老挝语交流都没有问题了。还有来到老挝以后，你也没有必要装，家里的条件怎么样，可以多在手机里面拍一些家里那边的视频，多给你想追的女孩子看。如果女孩子觉得你家里的条件她可以接受，那接下来你还可以经常跟你的父母、亲戚朋友多一些视频聊天，让女孩子也参与进来。不要觉得大家语言沟通不了，其实有时候见见面也是好的。这样一个让老挝女孩子多多了解你的家，多多了解你的家人，也可以让你的家人多多了解这个女孩子。相处的时间长了，沟通的事情多了，双方的了解也就加深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基础。
第四点，我想说的是感情，不管是你跟老婆之间的感情，还是你跟老婆家人之间的感情，都是需要培养的。对于老挝老婆，如果她能抛开自己的家人，跟你来到中国一起生活，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作为老公的你，更应该照顾她的感受，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适当的也让老婆回娘家。如果经济条件确实很差的，现在两个人通过努力，一个月给这边的父母打个几百块钱，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上一集我说过我同村的侄儿子小兵的故事，有一个网友留言，觉得我在吹，水分太大。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不是很多人都能碰到这种事情的。首先，这个女孩子家的条件还很好，小兵他们是两个人自由恋爱的，没有通过任何人去介绍。还有这个女孩的父母，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他给小兵一块地，这块地你也是拿不走的，也是卖不掉的，是女孩的名字。如果你在中国的条件特别好，这块地你不在乎，那父母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你在中国的条件不行，那你愿意回来用这块地，那对于他的父母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当然，我们来到老挝，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事情需要我们注意，也请广大的网友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的老挝语口语。老挝风俗，ประเพณีลาว 中国风俗，ประเพณีจีน 老挝文化，วัฒนธรรมลาว 中国文化，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夫妻ผัวเมีย，家庭ครอบครัว，男女朋友แฟน，追女孩จีบผู้สา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老挝非你所想，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拜拜，下期见。